粵語雜貨鋪製作。我有一座冒險屋。第82集。第6個隔間只有隔板上畫住啲眼，埲牆上邊就冇畫。呢個令到陳哥覺得有啲奇怪。佢又兜到第4個隔間嗰度，呢個廁所裏邊就冇任何嘅塗鴉。咁樣睇嚟，會唔會係嗰啲學生嘅惡作劇啊？但係點解佢哋專門就揀第5個隔間畫嘅？呢個隔間唔係最尾一個，亦都唔係第一個，點解呢？為咗搞清楚事情嘅真相，陳哥又翻到第6個隔間門口，佢猶豫咗一下，拎住個工具錘就行咗入去。排水管道集中喺第6個隔間裏邊，呢個隔間相比於其他幾個嚟講就顯得有啲逼仄。第6個隔間睇落去冇咩問題啊，唔通一定要我入到第5個隔間先至可以觸發到？摸落去呢啲眼確實係畫上去嘅，只不過睇起身真係好嚇人。等我過去第4個隔間睇睇先。呢度睇落去就相對好正常喎，就得第5格同埋第6格有塗鴉嘅啫。佢隱約感覺到好似諗到啲咩線索咁，再次伸手去摸隔板上邊嘅眼睛圖案，就喺手指掂到膝頭哥位置嘅一隻眼嘅時候，陳哥嘅神色發生咗啲變化。果然同我諗嘅一樣。佢踎低身，將手電筒嘅光照喺隔板上邊，喺佢手指掂到嘅位置有一個同眼睛大細完全一樣嘅窿，再加上佢本身喺個角落頭裏邊，所以好難發現到。睇嚟呢啲眼睛嘅塗鴉都係為咗隱藏呢一個窿，而呢一個窿正可以連接住第5同埋第6格嘅，亦都即係話有人曾經借咗呢個窿從第6格偷睇第5格入邊嘅嘢。有邊個去廁所嘅時候會諗到周圍眼睛圖案裏邊會夾雜住一對真正嘅眼呢？排水管道都喺第6格入邊，只要踩喺管上面，外面嘅人就冇辦法喺門下邊條罅發現佢。呢個人考慮得好周全啊！喺不知不覺間被偷窺，呢個先至係最令陳哥覺得恐怖嘅地方。諗咗諗支線任務裏邊嘅介紹，嗰個人匿喺第5個隔間裏邊等待紅影過嚟，其實佢好可能已經被紅影觀察咗好耐。而家第5格嘅秘密已經叫做破解咗啦，但係呢個支線任務要點樣完成呢？唔通就係要我匿喺第5格入邊等紅影咩？之後由佢喺嗰個窿度偷窺我？陳哥揈咗揈手中嘅工具錘，如果真係呢一種情況，佢唔介意喺對方隻眼裏邊揼一錘。正喺佢諗緊點樣完成支線任務嘅時候，樓道裏邊嗰並排嘅腳步聲又再一次響起，而呢一次佢哋係直接跑嚟3樓嘅，而且速度相當之快。咩情況啊？佢哋好似比我仲急喎，係因為我打開咗第5格嘅原因咩？但係唔啱啊！我早就將隔間打開咗噶啦，佢哋點解呢個時候先急急忙忙跑過嚟呢？仲未諗到結果，腳步聲就已經出現喺3樓啦。陳哥呢個時候企咗喺第6個隔間裏邊，佢只係嚟得切將隔間嘅門關咗大半，嗰個腳步聲就已經進入咗3樓廁所。到咗咯，睇嚟今次真係要正面交鋒啦！陳哥即刻關咗手電筒，舉起個工具錘，但係跟住落嚟嘅事情發展同佢想象中嘅完全唔一樣。嗰個腳步聲進入咗廁所之後，並冇逐格打開門檢查，而係直接跑入咗第5個隔間裏邊。隨住門關上咗之後，成個廁所裏邊突然安靜咗落嚟。佢哋而家就喺我隔籬啫，
大個順序係咪搞錯咗啊？按照支線任務嘅流程，應該係我喺第5格先啱㗎。3樓嘅廁所一片死寂，腳步聲嘅主人進入咗第5格間之後，就再都冇發出任何嘅動靜。等咗有10幾分鐘，陳哥對匿埋喺第5格間嘅人越嚟越好奇，佢慢慢踎低身，透過嗰個窿望向第5格。呢個時候，佢嘅瞳孔輕微收縮，而嗰個窿嘅另外一邊，並冇佢想象中充滿血絲嘅眼珠或者係紅影，只有2個睇起身得3、4歲大嘅小朋友，一男一女縮喺坑位嘅兩邊，佢哋相互捉住大家嘅手，神色緊張。唔係應該有紅影咩？呢2個小朋友邊度捐出嚟㗎？而呢2個小朋友從外形嚟講，一啲都唔嚇人啊！另外一條支線任務深井入邊有提到過弟弟同妹妹，深井又同范旭有關，咁呢2個細路仔會唔會就係范旭姑姐嗰個仔女啊？但係佢哋又點解會出現喺呢度呢？但係睇落去，佢哋2個好似俾啲咩嘢追緊咁。一連串嘅問題出現喺腦海當中。陳哥再一次舉起手裏邊嘅工具錘，如果對手只有呢2個小朋友嘅話，佢覺得自己仲係有一戰之力嘅。唔係，而家先冷靜啲先，再等等，感覺一陣間可能仲有其他嘢過嚟㗎。夜色更加之濃郁，亦都唔知道從乜嘢時候開始，3樓嘅廁所裏邊寂靜被打破，新嘅腳步聲從走廊上邊傳咗過嚟。陳哥將隔間嘅門輕輕推開一啲，望咗下出邊。當腳步聲停咗喺廁所門口嘅時候，一陣淡淡嘅紅影照咗喺牆壁嘅瓷磚上邊。係嗰個紅影啊！終於要嚟啦！呢一次，陳哥終於等到咗任務目標，佢大氣都唔敢唞，眼定定咁望實嗰個方向。腳步聲越嚟越清晰，紅影行咗入3樓嘅廁所。第1個隔間嘅門被拉開，陳哥順住門罅，隱約可以見到嗰個紅影伸個頭入去隔間裏邊，中間停頓咗好耐，紅影又行向第2個隔間。陳哥第一次覺得隔間門被拉開嘅聲音係咁刺耳，好快脆。第2、第3、第4個隔間嘅門全部都被拉開，紅色嘅身影停咗喺第5個隔間嘅門口。望到呢一切之後，陳哥全身嘅肌肉繃緊，身體就好似壓縮到極致嘅彈簧咁。佢用手揞住個嘴，如果佢按照支線任務嘅要求去做，呢個時候喺第5格嘅就係佢自己。一陣紅影要對第5個隔間做嘅嘢，就係佢將要遭遇嘅事情。無聲黑暗嘅廁所裏邊，紅影揸實第5個隔間嘅門把手，慢慢將門板拉開。環境似乎變得更加之黑暗，小朋友嘅喊聲同笑聲同時喺隔間裏邊傳出嚟。紅影企喺門口，並冇行入去。佢左右望咗望，然之後行咗去最後1個隔間。本集已經播放完畢，多謝你嘅收聽，再見。